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4月9号，我们要分享的是重情欲收败坏，正情欲收败坏。我们要读士师记第8章29到35节。弟兄姐妹，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基甸死后，以色列人民又离弃上帝，去拜巴力。他们认巴力比利图做他们的神明，不再敬拜上主，那位曾经救他们脱离四周仇敌的上帝。士师记第8章33到34节。在本章之前，事情大概是按照我们所熟悉的顺序，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拜偶像犯罪，然后上帝就惩罚他们受欺压，在苦难当中他们呼求上主，上主就兴起士师来拯救，结果靠主得胜，然后又过太平的日子。过了一段太平的日子，又回来犯罪，拜偶像，受欺压，呼求上主，就这样一直在循环。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完全是岔离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轨道。这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可怕的插曲，也是引发他们日后基甸的家庭这样的一个残杀的结果。基甸是一个多妻主义者，圣经说他有许多的妻子，所以生了70个儿子。你知道吗？以前以色列人他们娶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的妻子没有办法生育，所以可能就透过娶妾来传宗接代。当然我们看70个儿子，当然不可能是1位2位的妻子而生，他这些妻子可能是他在战胜米甸人之后所娶的。他虽然为神的家建立了功勋，但是却为自己的家掉在情欲的泥沼当中不可自拔，因为他所种的情欲种子是导致日后家庭道德败坏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结果。圣经说他在示剑也有一个妾，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给他取名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基甸的妾所生的儿子，住在示剑，这是第8章31节所描述的。这意味从出生开始，亚比米勒他是他自己家庭的外人，跟基甸其他的儿子不同，他是私生子，没有继承权。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觉得必须要靠自己去夺取权益的人，所以他铁了心，绝不放弃任何一样可以得着利益的机会。你知道古时候妾所生的儿子会被人来藐视，因此呢，我们看到亚比米勒他心里这样的一个仇恨苦毒，另外为了要夺权势掌王权，他竟然与他母亲的娘家这些妻舅这些舅舅来联手，所以他们给了他政治现金，
然后他去雇佣一些流氓，最后把这70个同父异母的兄长给杀掉，成为可怕的凶手。那这个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景很重要，在事件的地方，事件对以色列人来讲意义非常重大，是上帝向亚伯兰显现，告诉他这里是应许要给他的地方。因此呢，这是第一个在应许之地建造祭坛来敬拜神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在创世纪的12章那里有提到，也是亚伯之子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这个地方之后，第一个聚集敬拜耶和华的地方。事件位于这里所提的2座山的山脚。过去我们谈到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一边是你可以选择祝福，一边是选择咒诅。他们曾经在那边立约过，所以约书亚在最后来带领这些领袖跟百姓来与神立约。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灵性的中心。基甸这位士师让我们看到人真的非常有限，但是神依然使用我们。但他也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能始终如一的顺服神的带领，也很容易犯罪得罪这位上帝。就是基甸最后把自己跟自己的荣耀看得过于神的荣耀，因为他晚年的作为偏离了上主的心意。当他过世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导致以色列人民又离弃了上帝，去拜巴力。他们认巴力比利图做他们的神明。基甸虽然曾经领导过全族来征战得胜，但是他却不能领导他的家庭，特别是在情欲上，在彼此的关系上得胜。战场上的英雄不见得是日常生活上的英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任何的懈怠都可能会产生致命的问题，实在是不得不令人来警惕。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恳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一起来默想，基甸死后，以色列人民又离弃上帝，去拜巴力。他们认巴力比利图做他们的神明，不再敬拜上主那位曾经救他们脱离四周仇敌的上帝。弟兄姐妹，这对你有何提醒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叫我们逞心里的情欲而行败坏之事。祈求圣灵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胜过情欲的捆锁，而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自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